咁我哋今日咧就請到咧民建聯嘅議員啦，鄭泳舜咧上嚟嘅。咁啊，因為咧就見到其實琴日就政府都公布咗啦9個旅遊熱點項目啦。咁見到其實即係 Vincent 民建聯即係其實喺今年年初其實都有就住一啲即係18區嘅旅遊熱點都提出一啲建議啦。咁對比翻你自己建議同埋即係琴日公布嘅項目，其實你自己點睇咧？嗱，我自己好深印象嘅喺舊年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覺得話，我哋都疫情之後咧，大家都希望係盡量去推動翻個旅遊啦，搞旺翻個市啦嚇，即係希望都可以即係多啲餐飲啊、零售都受惠啦。咁當時都其中有個説法就話，18區咧都可唔可以整合一下咧咁樣？咁其實呢幾年咧，佢哋都有嘗試喺區裏邊做一啲可能所謂嘅夜繽紛啊、日繽紛啊啲活動啊咁樣。咁但係整合出嚟嘅時候咧，就發覺即係話都冇一啲比較即係推動旅遊嘅項目唔夠深化。咁所以就當時特首就話，不如等阿副司長去安排呢個小組啦，咁樣去做咁樣。咁我哋自己當時咧，因為我哋18區民建聯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議員啊咁樣，咁我哋都整合咗一啲我哋認為嘅一啲嘅景點、旅遊景點，或者係即係已經係有一定嘅遊客係好欣賞嘅地方，譬如例如可以我嘅深水埗區為例咁樣。咁可能有啲人會好欣賞一啲嘅舊嘅建築物啊，又或者啲飲食啊咁樣。咁我哋就整合咗呢個名單咧，清單就喺今年年頭嘅時候咧就交咗去副司長嗰度嘅。咁當然就唔會係每一個項目都有啦。咁但係都有一啲嘅項目都係我哋當日嘅倡議嚟嘅，譬如即係油麻地警署啊，又或者係當時嘅九龍城寨啊咁樣。呢啲都係我覺得都係即係已經係有一定嘅知名度或者有個空間喺度。咁政府都有吸納到啊咁樣。咁但係譬如睇翻即係琴日公布嗰9個項目啦，其實有啲部分即係譬如可能喺啲中區嘅深度遊啊，或者係講緊係一個油麻地警署嗰度，其實都本身而家係一啲旅遊嘅熱點嚟嘅啦。即係如果再即係將佢放入個熱點項目嗰度去再做嘢嘅，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加強嘅話，其實係咪有少少覺得會令即係點樣會唔會令到市民或者大眾覺得係有少少舊酒新瓶咧，冇新意？嗱，我自己覺得整體咧，今次呢個旅遊小組，第一咧佢就都司長都有講過話，唔係就係呢9個嘅，即係如果呢個推行得唔錯嘅話咧，可以有第2批啦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方面啦。第二咧，我自己都深印象，除咗係話都整合下即係過去一啲嘅成功嘅例子，又或者咧係用一啲活動去承載以外咧，都希望咧係拆牆鬆綁，簡單講，因為咧其實而家推動旅遊咧，以往可能淨係單靠文體旅局嘅，咁但係可能透過副司長嘅領導之下，咁就有可能有咁多唔同嘅局咧或者處咧都係參與。我自己都留意到今次公佈嘅時候咧，都牽涉咗6個唔同嘅局同埋3個唔同嘅處嘅，即係簡單講可能保安局啊、漁護署啊等等咁樣。咁呢啲都係佢頭先你提到嘅，譬如警署為例。咁而家警署咧向來咧，即係我自己都係九龍西嘅立法會議員啦，向來不嬲咧油麻地警署已經係好多人㗎啦。咁好多遊客去嗰度睇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佢哋睇嘅時候咧就係門口影咗張相咧，就冇其他嘢做啦。咁但係呢個亦都牽涉咗另外一個局啦，因為係個警署屬於保安局嘅。咁所以就要透過一啲拆牆鬆綁啦。今次呢個嘅優化係將油麻地警署係將一部分嘅設施再開放出嚟，再加啲嘅旅遊元素裏邊，令到大家都會覺得係嚟呢個地方咧係可以有一啲嘅新嘅體驗。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今次我覺得呢個旅遊小組嘅其中一個重點嘅工作咯。咁當然有一啲所謂嘅舊酒新瓶又好，或者一啲新嘅景點又好，我自己覺得冇乜所謂嘅。嗱，整體。大家都講過油麻地警署為一個例子，咁係有好多改善嘅空間啦，係咪？亦都可以令到佢更加吸引啦。咁但係有好多新嘅地點嘅，譬如工業旅遊，又或者係將可能呢度天馬附近整一啲嘅花卉等，大家有啲新嘅體驗。咁呢啲都有唔同嘅類型係做緊嘅。我自己覺得冇百花齊放嘅，即係試咗呢9個，睇下個整體個效果係點樣，咁然後我哋再去睇咯。咁即係。琴日政府即係講呢9個項目啦，其實選擇嘅一啲嘅元素，其實其中一個點就係即係都有提到打卡聖高呢樣嘢。咁但係其實譬如香港而家即係叫做內地遊客啦，其實好。即係好 common 嘅嗰個特種兵旅遊，就係講到就係好多景點打卡，但係就唔消費。如果我哋即係再推熱點嘅時間，可能都係着重喺打卡聖高呢樣嘢，其實會唔會唔係解決緊我哋旅遊業需要嘅即係解決嘅問題咧？嗱，我自己覺得整體過去呢2年咧，如果我哋就話啲旅客嚟大部分都淨係嚟打卡或者所謂嘅窮遊咧，我就覺得唔係咁公平嘅。嗱，第一咧就其實睇翻啱啱旅發局都公布咗最新嘅即係訪港嘅數字啦，係即係已經係一個整體係。一個高嘅百分比，比往年係多咗一個10%，超過10%啦。而當中咧係嚟自東南亞，特別係菲律賓啊、印尼啊、泰國啊、韓嗰啲嘅地方係多咗好多人嘅。
而澳洲啦，睇翻個數字係高超過20%嘅澳洲嚟嘅遊客。咁呢啲都顯示出咧，整體我哋係多咗遊客嚟嘅。咁多咗遊客嚟之後，咁我哋點樣係可以鼓勵佢？第一，咁我哋應該係鼓勵所有嘅遊客，佢又因為唔同嘅原因嚟嘅，佢嚟參加個跑步比賽又好，佢真係嚟行下山又好，佢嚟去廣東道買下購物又好，我哋都應該支持佢，甚至佢真係純粹係欣賞香港嘅地方，佢嚟一日嚟食個菠蘿包，我覺得我哋都應該要去即係歡迎佢哋嘅。咁但係咁大家當然會諗，究竟我哋都而家個經濟環境，我哋都希望係鼓勵多啲人消費啦，係咪都可以刺激到我哋經濟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今次呢個旅遊熱點咧，其中我覺得一個側重點都希望政府考慮嘅時候咧，係盡量咧係可以讓到商界都可以參與嘅。即係點為之商界可以參與咧？嗱，譬如簡單講，我自己深印象，啱啱剛過去發展局咧，都放寬咗一啲嘅海濱嘅一啲條例，係讓到一啲商場咧去租借一啲佢鄰近嘅一啲地方咧，就放鬆啲，等佢哋容易啲減低個成本去做。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嘅勢頭嚟嘅。咁我哋點樣係而家點樣係可以減低一啲嘅成本，讓到商戶都有個空間，或者一啲中小企都有個空間生存咧？透過而家嘅旅遊，所謂嘅旅遊熱點，周邊嘅配套，讓到佢哋都可以做到啲小生意咧。咁我覺得呢個先係嚟緊嗰個側重點。你講到即係可能睇下會唔會可能要俾咗啲商界參與啦。咁其中即係嘅一個旅遊熱點嘅一個項目就係講緊喺維園嗰度搞一啲嘅市集啦。咁就個規模就大概係30檔到。其實即係你覺得即係以呢個嘅即係規模嚟講，其實係咪即係好有成效咧？係咪吸引到即係一個即係足夠嘅一啲嘅遊客啦，或者係服務到佢哋咧？嗱，我覺得呢個係9個項目其中一個咧，就講市集嘅。嗱，市集咧過去咧喺香港我哋都試咗唔少嘅地方啦。其實全世界咧都幾興嘅，即係簡單講，即係因為好多地方都會想去一啲市集裏邊咧，透過可能禮拜6日啊，有啲跳蚤市場啊，睇下啊，即係當地一啲市民可能佢哋自己買啲乜嘢啊。咁其實都係一個好 common 一個好受歡迎嘅旅遊體驗同項目嚟嘅。咁當然即係如果唔計維園嚟計，可能過去喺文化中心下面都有長期有個即係活動啦。咁過去都喺分別嘅唔同嘅點裏邊咧，都有呢啲咁樣嘅小嘅市集啦。但係相對起咧係少一個比較緊長期嘅地方啊，即係總之你每個禮拜6日咧都去嗰個地方咧都有嗰個市集㗎啦咁樣。咁但係呢啲市集成功與否咧，又有好多個因素嘅。講真嗱，因為咧講真市集咧都係好多時候都係啲低成本啦，或者啲年青人去做創業啦。對於經營嚟講係唔容易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即係究竟而家坊間其實可能係維園附近已經好多零售點啦。咁有啲咩誘因去令到嗰啲人專登會去維園嗰度行下咧？咁樣呢個第二啦。咁所以咧就整體係點樣有啲咩嘅特色係吸引點，係可以令到大家會覺得，我哋不如去嗰度睇下咯。即係佢賣嗰裏邊嗰啲產品係啲乜嘢？咁可能都有少少牽涉到，我唔知道嚟緊政府係會揾一個營辦商去做定點樣啦。即係佢嗰個一定要有個吸引力喺度嘅。如果冇嘅話咧，就可能變成係一般嘅一啲嘅市集咁樣咯。咁就係譬如即係嗰個數量或者個形式，你覺得係咪即係都係足夠咧？嗱，其實就好取決於嗰個成效嘅。即係如果個市集最後賣啲嘢係有吸引力嘅，咁有啲人係覺得去嘅，咁咪可以慢慢做大啲、做好啲咯。我覺得呢個係有空間嘅。其實維園咧嗰個地方係不嬲比較大啲嘅。譬如咧，即係除咗喺一般嘅球場以外咧，喺左手邊亦都有個好大嘅草地啦。我自己都去見過康文署亦都舉辦過好多大型嘅演唱會啊活動喺嗰度做嘅。咁所以嗰個其實可以發揮嘅空間係會大嘅。但係我覺得都要試啦嚇，即係所以呢啲一個比較穩定啲嘅市集係咪都係一個成功嘅一個方法咧？咁我哋都係要嘗試咯。咁講到穩定呢樣嘢，其實即係與其由即係維園可能由零做起一個即係俾遊客嘅市集，其實而家坊間即係私人機構又好，其實都已經好多地方其實不停都有一啲嘅市集去做緊。其實即係會唔會如果真係要想搞市集嘅話，其實政府不如揾啲現有嘅去即係幫手加大呢啲推廣宣傳，或者係有啲點樣協助會再好啲咧？坊間真係有唔少嘅，即係譬如我知道啲喺工廈入邊，即係改建咗嘅工廈入邊有啲唔同嘅市集啦。咁可能平時有啲嘅可能睇到文化中心亦都會有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係一個比較穩定啲嘅，即係逢每個 weekend 都有嘅，咁我相信就可能銅鑼灣都係其中一個新嘅嘗試啦咁樣。咁當然即係除咗係推動呢一個所謂嘅維園市集，其實各方面嘅市集，我覺得都可以都可以幫手支持下推動下嘅。不過我亦翻轉頭咧，因為呢個係旅遊點，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政府喺推動維園市集嘅時候咧，真係要諗下究竟嗰個所謂嘅旅遊元素喺邊度？遊客係因咩原因係會去到呢個維園市集，而同可能喺土瓜灣嘅市集有咩唔同？咁我覺得呢個政府係要考量。
咁如果即係政府即係要去推呢個樣嘢嘅時間，其實你覺得有啲乜嘢嘅配套或者有啲乜嘢嘅考慮，其實即係可以再做得好啲咧？嗱，當然係要配合翻整體維園銅鑼灣嘅整體嘅大家個氣氛啦。其實近年即係銅鑼灣嘅消費力都相對起係減弱咗嘅，可能個宣傳亦都唔係好夠嘅。咁譬如旅發局係咪都可以加強整體個銅鑼灣宣傳，話去到銅鑼灣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嘅美飲食啊，又或者有唔同嘅體驗啊，咁樣整體一個去銅鑼灣嘅感覺啦，係等大家會有心去銅鑼灣啦。咁第二就頭先講緊話喺嗰個旅遊宣傳嗰方面，同嗰個賣嘅產品都有少少相配合啦，即係究竟我要宣傳話俾遊客聽，去嗰個維園嗰度行嗰個市集，究竟有啲乜嘢係有吸引力喺度咧？可能都要定期咧有啲唔同嘅主題啊咁樣，可能咧係或者大家特別關心嘅，可能係賣啲我唔知淨係賣手信嘅，咁假設係咁樣啦。咁嗰兩個禮拜咁樣，可能有一啲嘅特色啊咁樣，或者賣淨係某一啲嘅產品嘅，咁可能呢啲咁樣嘅唔同嘅方法咯。不過咧都係嗰句，我覺得個商業元素都係緊要嘅，同埋個市場嘅元素都係緊要嘅，即係盡量都希望係就翻個市場嘅需求。咁即係政府或者業界其實都有即係就住維園市集都可能提到嘅，就可能工聯會嘅一啲工展會嗰啲，其實都吸到人啦。咁即係可能入面都即係有啲嘅元素可以借鑑，譬如即係係咪如果有啲餐飲嘅嘢，即係小食啊，其實會唔會都可以幫到手咧？嗱，我自己不嬲都係覺得餐飲係其中一個賣點嚟嘅，即係咁我都希望如果日後嗰個所謂嘅市集都可以考慮呢啲嘅元素啦。咁都係同一個情況啦，即係嗱有成功嘅例子嘅，睇你講工展會係一個好嘅例子啦。譬如可能係花燈咁樣嚇，中秋節嘅花燈或者花卉展咁樣，都係一啲好嘅例子嚟嘅。咁但係即係呢啲嘅元素點樣係可以擺入去而家呢個所謂嘅維園市集？因為講真個地方又唔係真係去到好大。咁呢個我諗日後政府可能可以講多啲咯。咁啊，即係今次嘅9個旅遊熱點入面咧，其實見到部分即係譬如可能係九龍城嘅深度遊啦，或者係即係舊油麻地警署呢樣個地方咧，其實都係比較近民居啦。咁即係如果真係要發展做旅遊熱點，即係可能會吸引到更加多嘅遊客到訪嘅時間，其實點樣係可以喺即係發展到旅遊嘅同時，即係又平衡到唔好打擾到民居或者？好啊！嗱，當日咧，我哋自己喺度收集市民嘅意見嘅時候咧，我哋都盡量攞個平衡嘅，即係譬如有啲區域咧，其實都向來都係一個比較住宅區安靜啲嘅環境嘅，咁可能未必話咁適合好多遊客去嘅地方咧，咁可能我哋都會即係提一提提一提政府嘅。咁譬如今次呢兩個，就以呢兩個為例啦，城寨同埋警署啦，油麻地警署啦，其實都整體我諗相信市民啊，即係當區嘅居民都會歡迎嘅。譬如城寨為例啦，其實咧而家咧就大家都知道九龍啟德體育園啱啱開咗之後咧，其實好多市民咧佢哋都會選擇有幾個選擇嘅，一係就喺啟德嗰度就食嘢啦、行下啦咁樣，又或者一部分嘅市民咧佢哋會沿宋皇臺站咧係去到九龍城寨、九龍城一邊嘅食下嘢，其實都大旺咗整體，譬如九龍城嘅譬如潮州菜啊，有啲嘅泰國菜啊、打邊爐啊咁樣。咁但係其實都係仲係未夠嘅，即係對於當區嘅做生意、做餐飲嘅商戶嚟講咧，佢真係好希望可以多啲呢啲遊客嚟到嘅。咁呢個城寨嘅一個新嘅吸引點，正正就可以係扣起上嚟啦。即係譬如日後即係連埋啟德，可能咧大家去完啟德體育園之後咧，就可以去到城寨嗰度參觀埋可能城寨嗰個展館啊，又或者同整體嘅旅遊嘅配套餐飲嘅做一啲相配合啊，咁樣就希望可以整個區嘅大旺啦。咁譬如又以油麻地警署為例啦，咁油麻地警署向來都多人㗎啦，就其實咧就不嬲大家都習慣嘅。嗰度咧嗰個居民嘅生活區又唔算好多，咁所以咧，反而係點樣係可以從周邊嘅一啲嘅一啲嘅旅遊景點係相關聯嘅配合咧？例如九龍城即係譬如嗰個警署隔離嘅果欄啦，又或者係榕樹頭啦、廟街啦，其實呢幾個點咧都係向來遊客嘅地點嚟嘅。咁點樣鼓勵啲人去完警署睇完之後就可以去果欄買生果啊，或者去廟街行下咧？咁我覺得呢個日後都係可以希望透過一啲嘅拆牆鬆綁，或者透過一啲嘅宣傳嚟鼓勵整體人去呢啲地方。但係如果即係將遊客地點即係由即係可能譬如用油麻地作為例子啦，即係由警署再擴散埋去果欄，其實會唔會影響即係本地居民嗰個生活範圍可能仲更加大嗱，我覺得 OK 嘅，因為而家如果大家有對於油麻地警署嗰度係熟悉嘅話咧，其實佢警署嘅一邊就係嗰啲玉石啊，賣一啲鋪頭商鋪咧賣一啲玉石嘅地方嚟，向來都係已經一樓有一個商業大喺度㗎啦。咁果欄亦都喺相近附近啦，廟街又喺附近啦。其實整體呢個大家都油尖旺區
過去不嬲都係個旅客嘅遊客區嚟嘅，咁啊大家亦都相對起係接受起話啊，即係大家有遊客嚟到呢度啊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個影響未必係好大。不過有時候如果咧即係一路做嘅時候，大家都留意到話啊，對於譬如可能係交通啊、生活啊各方面有一啲嘅影響咧，咁我覺得都要去適當嘅調節啦，或者係去做一啲分流啊等等咁樣。咁而其實有時候咧做呢啲嘅旅遊景點咧，某程度上都可能可以帶旺到或者幫到個當區嘅居民嘅。簡單講，譬如可能中西區而家講緊係其中一個扶手梯嗰個作為一個中軸啦咁樣，佢哋都話啊會承諾會優化成個升降機嘅系統，美化嗰個周邊嘅環境。咁其實對於當區嘅居民可能嚟講都係一個好嘅好嘅地方嚟嘅，即係啊都整靚咗咁樣，咁可能都係一件好事嚟咯。咁但係都係嗰句，整體係做一個平衡嘅。過去咧我自己覺得即係旅客咧。譬如成日都話去海邊度打卡啦，其實大家都好禮貌嘅，即係我自己覺得話，我哋即係作為香港人，我哋都不嬲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我哋都歡迎唔同嘅地方嘅人嚟到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攞個平衡咯。但係譬如即係好似見到油麻地警署咁啦，其實即係多人打卡到，可能係有啲人係要行到出馬路，咁其實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做得好，即係令到成件事可以即係叫做做得好啲、理順到啲嘅。係啦，嗱，啲人要行出馬路嘅原因咧有幾個啦，一個咧就係其實嗰個地方淨係得嗰個門口可以影啦，咁所以就冇乜地方可以去行下啦咁樣。咁日後油麻地警署開放咗部分嘅設施出嚟，咁理論上就可以多啲嘅即係旅遊嘅空間啦咁樣。咁另一方面頭先都講啦，政府亦都可以考量喺設計方面嘅時候，即係究竟邊一個位置係適合大家喺嗰度影相啊？點樣係去做到嗰個配套係最好啊 ？Even 話你頭先講話啊過馬路嘅時候個安排係咪可以即係個交通嘅燈裏邊都可以安排得好啲，諸如此類。咁呢啲就係頭先講緊個旅遊熱點小組其實可以做嘅地方，就係透過跨部門大家都去協助，令到呢個地方係又變成一個遊客區之餘，遊客喜歡嘅地方之餘，亦都係可以平衡到居民嘅生活。咁啊，即係講完油麻地啦，其實另外一個即係可能都比較近民居嘅就係即係九龍城嗰個深度遊啦。咁啊，即係政府建議就可能係用即係電影城寨作為一個即係出發點，再去帶俾，再去令到即係啲遊客即係睇完可能打完卡之後，就可能睇埋佢生活嘅一啲嘅地點啦。其實你覺得即係可唔可能咧？因為即係可能大家去到真係因為個電影，咁點樣將旅客由電影嘅場景帶到去真係真實嘅九龍城咧？嗱，有時候咧，即係一套電影咧，對於大家對於嗰個地方嘅印象係深咗嘅。咁其實有啲電影都係好長久嘅，即係咧嗰個影響咧一路都係嗱。頭先嗰個油麻地警署都係因為可能20年前有好幾套電影都係喺嗰度拍攝，所以大家都去。咁我相信九龍城寨都有一定嘅影響力啦，咁樣。咁但係整體咧，我哋又要去評估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嚟緊嗰個宣傳方面啊，都應該要有啲側重點嘅。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講緊話可能有某啲項目我哋係吸引中東旅客嘅。有某啲項目係吸引亞洲嘅旅客嘅，有啲項目係吸引東南亞嘅旅客嘅。咁又以九龍城寨為例，我知道可能喺日本或者韓國都係收得好唔錯啦。咁會唔會都可以做到呢個氣氛係話啊？我哋就喺日本就做重點去做呢個宣傳，九龍城寨嘅日本遊客必到景點之一咁樣，係鼓勵佢哋啊，即係佢嚟呢度咧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各方面嘅宣傳咧，都係應該配合埋即係嗰個景點嘅一啲嘅特色，而有少少基本嘅分流咯。咁當然即係究竟而家可以所謂嘅城寨擺咗落嚟之後夠唔夠吸引力咧，就要好取決於佢嗰個城寨擺落嚟嘅時候咧，佢係點樣去呈現展示出嚟，或者係即係令到大家有個嗰個體驗啊！即係我相信大家都唔係淨係想可能得一個房仔跟住就擺咗喺度，其實都好多而家坊間都有啲地方做緊呢啲事情。咁但係嗰個整體嘅體驗係點樣咧？咁我覺得即係都係整體嘅配合咯。即係可能有啲朋友會覺得話城寨嘅其中一個特色就係有啲老香港嘅特色啊，有啲嘅茶餐廳啊，或者啲嘅食叉燒飯啊咁樣。咁譬如可能喺九龍城入邊市都有呢啲咁嘅相配合嘅。咁我覺得都可能做到個相應嘅效果出嚟咯。好。咁啊，即係除咗一啲嘅市區嘅景點之外，今次嘅熱點咧都提出咗呢個四山旅遊啦。咁啊，即係有4個嘅地點就係俾即係旅客可以去睇下嗰啲自然風光。咁但係即係去到自然風光嘅話，其實我哋就會即係可能社會上面都會擔心，就話其實會唔會喺即係容許旅客到嘅時候會過分開發，就影響咗個生態嘅。嗱，而家講緊個四山咧，其實咧有啲咧已經係向來係做得唔錯㗎啦。譬如講緊係山港島徑啦，咁你不嬲就有個太平山，大家都已經係嗰個大家習以為常都知道係一個旅客區嚟㗎啦，亦都有相關嘅配套啦。咁又或者係講緊鳳凰山咧，亦都係鄰近即係昂坪啦，咁亦都係已經係做緊相關嘅旅遊配套㗎啦。咁透過過去呢2個地點嘅一啲嘅經驗，點樣係可以仲有啲咩地方值得去改善，或者令到
大家嘅體驗更加好咧？咁譬如嗰個輪候嗰啲得山頂纜車嘅時間各樣，咁呢啲大家可以去傾嘅，即係究竟點樣係可以令到嗰個體驗好啲？咁呢個我相信政府就已經講嘅話，推動4山其中一樣嘢就係優化現有嘅呢個設施啦。咁另外咧，仲有2個地方就包括咗即係可能係西貢嘅，又或者係鳳凰呢個荃灣嘅。咁嗱我自己特別關心係西貢啦，因為過去喺麥理浩徑，大家都好關心麥理浩徑咧變成一個新嘅旅遊景點喎咁樣。其實咧，我剛過去嘅5一黃金週咧，我覺得政府都好努力嘅，不論係警方啊、旅發局啊、旅遊事務處，都盡量咧係攞個平衡，讓到旅客嚟到嘅時候咧有一個好嘅體驗得嚟，亦都唔好影響到居民，亦都唔好影響到個生態，係取得一個 OK 可以嘅接受嘅平衡嘅。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講緊長遠，如果呢一個地方係我哋都係視為一個新嘅旅遊嘅地點，咁就要諗一諗中長期嗰個相關嘅旅遊配套係啲乜嘢啦。即係我自己就覺得有時好難評估嘅。你呢一刻就估佢呢幾日會嚟，有可能嗰期嗰幾日嚟，咁你又好難去評估話呢究竟要安排幾多小巴啊、的士啊定點樣咧？咁呢啲咧就其實如果大家都決定咗呢個係一個合適嘅地方，咁就要諗啦。咁當然另一方面，其實我自己最關心亦都嗰個麥理浩徑點樣同西貢市嗰度大家可以相配合嗱，因為而家西貢咧過去都係一個旅遊嘅勝地嚟嘅。其實我哋個海啊、即係海島遊啊等等都喺嗰度做一個出發點嘅。咁究竟呢2個地點點樣係可以構起上嚟，讓到啲人可能去行完麥理浩徑嘅時候都願意去西貢食海鮮啊，或者去睇下個海啊，或者參加啲海上嘅活動啊咁樣咧。咁呢個我覺得日後就希望喺呢個旅遊點裏邊嘅延伸版咯。但係即係頭先都講嘅，即係可能比較多係點樣去豐富翻嗰個旅客體驗啦。咁但係譬如生態保育嗰度，其實就點樣真係可以做到平衡？因為譬如即係你行山人多，咁可能就少不免咁都可能會有一啲嘅垃圾，或者甚至乎都有啲嘅即係之前都試過，就係因為多人行山嘅關係，咁啲山徑都有可能有啲嘅一啲嘅損耗啦。其實點樣真係可以確保得到呢個係？我自己咧之前其實都同漁護署咧開過幾次會嘅，亦都見過有幾個嘅即係環保嘅組織咧都探討過呢個問題。其實講真咧，漁護署咧過去咧喺保育山徑係做得唔錯㗎啦，已經。即係如果大家知道咧，即係其實我哋除咗係有啲嘅遊客之外咧，恆常有好多山徑嘅比賽啊咁樣。咁喺做嗰啲復修方面啊，其實都係做得好好。同埋咧都係已經係盡量喺一個天然嘅環境之下去處理一啲嘅即係好少即係相對起少嘅石屎啊，咁樣都係用一個自然嘅方法去鋪啲路啊咁樣。其實呢個都係點解香港會其中一個啲人會上嚟行山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哋保留得呢個天然環境係好啊嘛。咁所以我覺得繼續漁護署都係做呢一個嘅安排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即係如果有一啲景點頭先講緊啦，譬如都係以麥理浩徑為一個方案啊，咁係咪都可以去優化成個嘅體驗，令到大家嗰個流程係可以行得暢順啲，係話俾大家知道，即係最擔心係佢根本就唔知個規矩啊嘛。嗱，我而家話俾你聽啦，嗱，如果你去麥理浩徑咧，去到第一號嘅時候咧，你就有啲嘅安排嘅，跟住你就可以慢慢行到去呢度，跟住可能我哋已經培養緊，我哋講緊產業啊嘛。咁如果係可以有多啲嘅導賞員啊，又或者係一啲嘅相關嘅係好多，你去日本嘅時候行山、韓國行山都係咁樣嘅，即係可能有啲嘅站已經提供晒好多嘅服務行山前後嘅服務嘅，咁你咪有少少產業化到嗰件事，令到嗰樣嘢係大家就又可以接受得到個規矩，又知道點樣行，又安全，又亦都可以帶動到個經濟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嗰個方向咯。咁當然即係成日都有啲人講話即係住宿其實都可以考慮嘅日後，即係譬如而家成日都有啲喺台灣啊，咁樣都好興啲民宿啊。咁其實香港真係其實相對少嘅，即係而家可能有好多營舍都其實有個空間係可以少少個改變咧，都可以變成一啲嘅民宿去住嘅。咁呢啲都可以日後係去探討點樣令到嗰個所謂嘅山徑喺個保育嘅情況安全之下，令到係一個好嘅旅遊體驗。我自己整體覺得咧，肯去行山嘅人咧，係不論全世界邊度嘅人咧，佢都係珍惜嗰個山嘅，即係其實佢哋係願意係變得靚啲嘅咁樣咯。